60年代喺筲箕灣開業嘅金記冰室，2年前搬咗去西環重開之後，因為好受食客歡迎，今年7月喺灣仔開埋分店，裝修繼續走懷舊路線，鐵信箱、西瓜波、鐵盤都係特別手購返嚟，牆身嘅舊海報相信勾起唔少人嘅童年回憶。第一件事梗係要食返金記嘅招牌套餐，鮮牛肉配福字麵、煎蛋、油包，細個嗰陣嘅味道即刻返晒嚟。仲有呢一份復古整法嘅煎西多，以前冇炸爐，就係用鑊慢慢煎香。隔籬隻炸雞翼特別深色，因為金記嘅都係先將雞翼浸瑞士汁再炸。舊時成績好，阿媽會先獎我飲黑牛、可樂加朱古力雪糕，直頭係細路仔嘅 Final Fantasy。雖然舊金記冇出過農夫包，但係呢一個懷舊食品而家一樣咁受歡迎。農夫包焗到外脆內軟，鮮茄豬扒超飽肚，一個人真係食唔晒。冰室仲出咗2款懷舊月餅，5仁月有金華火腿，雙黃白蓮蓉就特別調低糖分，啱晒買俾阿媽啦。